假如你嘅感情生活又唔係好嘅，成日遇到啲渣男渣女，或者夫妻生活經常又有矛盾，咁呢條手鏈亦都可以幫助你平衡嘅。我自己親自為呢手鏈做咗祝福，咁啊同教大家點樣用。嗱，當你戴呢條手鏈嘅時候，你嘅心裏面一定要默念一句嘢：福至運氣，好運以來。嚟打開呢個能量。如果係女士假如係想更加好咧，可以喺月亮底下去吸收嘅咧，俾佢就可以更加有能量添嘅。當我哋念珠嘅時間咧，每一個願望，每一樣嘢，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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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念，嚟到啱啱呢一粒嘅時候，就係啱啱你念一次。咁你記住，一念你念7次一個願望，我可以講俾你效果，你會中意嘅。如果大家好中意呢條手鏈，但你可以點擊下我哋呢個鏈接，同呢條手鏈結緣。因為我個人祝福嘅能力係有限嘅，所以數量冇辦法太多啦。如果你而家都冇辦法同佢結緣，我諗你下次就得啦。假如你真係想試下，點下面嗰個鏈接可以啦。希望呢條手鏈幫到大家。